来继续来看中华一间卖2人酥的月饼，卖甲真出名的芳店。伫个中秋节的前3天，开放予民众到现场来购买，人客是排咧排真长。讲有人前一暝就为台北冲落去透明排队，有人是请人代买。讲代买行情真好哦，一盒15粒，原价是750块，请人代买计数一盒就要13块，甚至有人花到1500块。足足贵1倍，而且愈晚中秋节计数阁会愈贵。下晡还未到开门时间，中华2人酥边店头前都已经排甲热长，大家拢家己穿衣头来坐，为店门口排到隔壁巷口，人是坐到含警察就来关心。排头一位民众就讲，家己为前一暝就来这排咯。没睡啊，没睡啊，没睡啊，那在干嘛？排队啊。就在这边排队，我们从台北下来，然后开车过来。因为业者刚刚开放中秋节前3天，伫咧现场买着上车，直接送礼就要来这排队。当然冇人办大排队，直接请人代配，不过就要加开淡薄钱。亲像15粒原价700块的2人酥，请人代替买，就要开到正1000块。最俗的1300两。1300。15粒的偌济？就算贵1倍计数，嘛是有人袂寒酸。唔闹中华大队面店排队的人，嘛是为门口沿人行道安尼排一大列。了解收2000包。店员蒸月饼、东饼甲饼粿。高北部真有名王来酥店店头休17天后，宣布今仔日下晡1点开始卖，下晡嘛是真侪人客。讲说要提早来，但是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所以说又延后。因为看到现场那么多人。店家伫咧9月初雄宣告休困，互大家是有够失望。感觉今年买袂到好一个王来酥，店家尾也才讲是因为要赶大量的订单，直到即马才有时间开店开放现场买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